北雨，害我买啥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明知一寸一地倒。风台的滋味虽然艰苦，毋甘放开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踏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靠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恨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拨。我让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土地公伯啊，你实在是惊牙无惊软哦！我请你开半步，你拢无爱出来，一定要阮大师兄用武力恐吓你才会出来。我看你是一个土肥疼哦。莫生气啊！翁阿丽带一队，毋是走来甲恁讲啊，过来找我是创啥啦？所以你当然嘛是有代志要问你，这个红海里哦，到底是啥物来历啊？有啥物野会，这么厉害哈？对啊，迄到底是啥物火啊？阮大师兄是刀枪不入哦，为啥物迄火烧到阮大师兄骹床，伊会叽叽叫哈？哎呦，你毋知翁阿丽厉害哦！伊迄火吼，毋是普通的番仔火呢，迄叫三味真火。迄人来是小人，神来是小神。不管吼，你什么大罗金身啊，同款拄啊三味真火吼，拢爱冒片啦。哦，嘿，囡仔人生啥物火啊？敢讲伊的爸母拢无好好甲伊教示哦。哎呦，翁海林爸母早就离缘啊啦，即马是一人带一位啦。火运动吼，即马是翁海林咧做家长啊，送家怪伊哈。无怪哦，伊讲要请啥物老大王去食阮师傅的吧？哎，安尼因老爸是啥啊？因老爸哦，因老爸叫做牛魔王啦。牛魔王，嘿，是毋是头壳顶有两匹盖迄个？是啊，大姓啊，你捌伊哦？嘿嘿嘿嘿，当然捌啊。500年前哦，我甲牛魔王是结拜兄弟呢。算起来，翁海里应该叫我阿姐。你是笑啥？你？无啦，大师兄，你做人也借人吼，竟然互恁孙啊用火烧尻川，烧甲臭灰豆。我看你吼丢脸丢到太平洋，一世一名全毁了。听你放臭屁啦！好，既然我即马知影翁海里是牛魔王的囝，我就有在了甲伊处理掉金死死。金丝丝，大叔呀，大叔呀，啊，迄三味真火遐尔厉害，咱阁无法度通这个火运动，是要安怎金丝丝啦？嘿，我自然有办法。哦。我哋王姐吼，你请我食东山庄的吧？你门关条条，叫开门。哦，来者啊！老大王来啊！快去开门哦！改面了，老大王来了，紧开门出来哦！主任，啊无人开门咧。哎呀，你看了伤细声，喊较大声。哦，讲啊！老大王来了，紧开门哦！大王啊，老大王转来啊啦！谁死了？你是有看唔到啊？敢是一只破狗，敢来叫做阮爹娘甲我骗？
无啦，大王，我从门板看得足清楚，一定是老大王，无唔对。小师了，好好好，从少爷机关就给关我起来，开门来迎接我。Lady， 好 哎 ，Lady，还没叫进来上来。哎呦，我手头才打咧。我听讲吼，你请食饭，我就给你赶来啊。哎呦，哎，阿总讲咧，我不是叫伊去送车包给你，那无甲你叫伊转来。大哥啊吼，你骹手慢顿哦，敢若久咧数的。我叫伊咧后面看看是，啊慢慢行啦。哦，安尼啊。来，咱紧来，紧来，好来吧。动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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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算。真好，真好，baby 啊，我已经来啊，你即摆应该从东山庄吼拖出来，我骗你啊。Lady， 你搁等下啦，等妈咪倒来的时阵啦，咱才做伙开道，好无？哎呦，惨！若是等你真正爹地妈咪来哦，一声我都闹去。baby 啊，真好真好，你实在有够有效的啦。啊，知影吼，通好等恁老母再做伙来食，袂歹袂歹袂歹。阿爹地，我今仔是安怎？哦，这就是最近的课程哟，当咧流行啦。恁这身躯，哎呦，莫搁讲遐个啦。即摆吼，甲东山庄吼，甲炒出来，我看卖。好，互恁老爸吼，就这会食的啊。好好好，你就。哎，东山总，你紧出来啦，阮爹地要来看你啦，紧的啦。阿弥陀佛。东山总，阮爹地哦要看卖你的肉有好食无？阿弥陀佛。师傅啊，你是头壳歹去好啦，我是要看你的肉好食无好食，啊你家己搁饲我来，啊！阿弥陀佛，兵将已经甲玲珑约束好啊，甘愿牺牲我家己，成全玲珑的好心，请老大王免客气。哈！你开个交囡仔约好啊？啊，爹地，啊你来甲我骂啦？骂你是安怎？啊？恁老爸我今仔日哦，要好我甲你教训啦！莫搁拍啦！师傅啊，我好教是这个教死囡仔啦。悟空，伊只不过是一个囡仔尔，有话好好啊讲哦。哎，东山总，你唔通袂记咱的约束呢？你讲哦，你的大人啊来你救哦，你又要将因赶走，你唔通讲话无爽的哦。悟空，八戒，老姐，你拢自首。啊！师傅啊，师傅啊！悟空，恁三个赶紧离开这个所在，将咱的行李分做三份，一人一份，各人转去各人的故乡吧。啊！师傅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你是咧交代威严哦？对啦，师傅啊，但你是目睭伫咧脱单了，拄则是咱拍赢呢，你胜利是徛在咱这边，你是交代什么威严啦？吼，都是咩，师傅啊，拍输的人是因啦，交代威严的人应该是因才对啊。不管拍赢拍输，这拢是兵争的结束，恁就拢莫去讲啊。啊！师傅啊，你嘛帮忙，是这个高兴囡仔吼，伊总计要食你呢，这甲教授哪有什么关系啊？都是安尼咩，师傅啊，因若无想要食你哦，你就无迄个接受啊，所以咧怪来怪去哦，应该就是爱怪因啦。好，恁莫去讲啊。为师已经决定要留踮遮接受这个结束，恁免管，紧走吧。啊！这，二叔啊，看这个办事哦，师傅敢若无想要让你机会看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炒鸡蛋，大师兄看着办。唉，好啦，我办就我办啦。我看师傅一定叫这教死囡仔惊一个哦。啊，不要紧，我先讲哦，这个妖怪哦，
给我等着，我才带师去看精神科。快点！哦，芳啊，为师讲的话你是无听着是？你若个是唔听我的话，为师就是要念咒语咯。啊，师傅，你要念真古咒对付我哦？好，我看你这届是来病到真严重啦。好，拢是一个搞死囡仔害。师傅，难不念嘛！我卖念会用的，恁三个赶紧离开这个所在，无我就要继续念咯。袂啦，我袂走，我要留你家啦。我走。嗨，大叔呀，等我！大叔呀，大叔呀！阿弥陀佛。嗨，大叔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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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二叔呀，我安尼身上上拢无呢哈，明明咱就拍赢，是安怎顺甲咱赶出来，无好咱家己救啦。啊，迄人啦，等候看面就知啦。这尔简单的问题，你也想无？你敢想有？我当然想无。哼，有啥物好想的啦？师傅偌久嫌身啊啦，早就想要死啊啦。灵魂往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安尼较紧啊。对，大叔兄，你这步有通哦，肉行较慢的，灵魂哦，用飞较紧哦。大叔兄，你那用鬼我边仔跌落啦。死袂滴，我凊彩讲，你就当作真的哦，你陪来去。大叔呀，安尼我请教你啦，是安怎师傅无好咱家己救，你甲我讲好唔好？迄也着讲，哦，一定是个搞死囡仔，唔知用啥物花言巧语，甲师傅骗啊，所以师傅才会变安尼公公的啦。哇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敢讲咱目睭金金，看师傅去用迄个红海去甲伊说去好啦。若是师傅要我救伊吼，我嘛不爱互迄个搞死囡仔食伤好啦。对不对？大叔兄，师傅不爱互你救，啊，你是要用啥物步数？不爱互迄个高息囡仔食伤好咧。我看吼，阿婆啊生囝真拼哦。哼，想要食本代姓的师傅，本来就是阿婆啊生囝，真拼啦。为即摆开始，我是阿东公。啊，那安尼讲，我就是阿西婆啊。咱即摆就踩入来，死囡仔甲伊拐出来。对，阿弥陀佛，你紧食啦！阿弥陀佛，变种是出家人，出家人要哪会晓食这种物件？罪过啊！你一定爱食有肥水准的，啊无我会带你跟妈咪食好了，一定讲你的肉就歹食的。你一定爱食，若无我就叫人对你的瓶仔甲你灌入去哦。阿弥陀佛。哎呦，卖老少人，知啦，紧食啦！囡仔人莫遐尔搞怪哈。你两个毋是去超我的爹地甲妈咪，我哪会叫叫人转来？大王，是安尼啦，你的爹地甲妈咪啊，我哪有食着？啊，毋过哦，你行到半路的时阵哦，咱两个煞去互破病去啦，所以哦，赶紧叫阮转来，甲你通知哦，好通叫你去接啦。对啦，破病。我的爹地甲妈咪破病，啥病啦？你的爹地的。这中风啦！水怪哦，我这个大锅菜，鬼酒哦，也白看。你妈咪吼，就掉惊啦，吐你啊，出青菜啊！我是一个啥物病啦？就是头前个。紧抓去啊！进来。
大份。啊，大公会使无？啊，我的爹地甲妈咪是伫咧倒位啦？你头前了，无远啦，阮带你来。紧来，紧来。董弟，表演时间到了。董弟，互你大大去耍，我来内底哦，做囡仔头的滋味。董弟，不要困。食！啊，你是咧讲啥？大王，你唔是讲要吃较肥的，你唔食，有钱的啊！伊唔食，不要紧，我食，莫免叫伊，我食就好啦。啊，就讲阿师伯啊，我的爹地甲妈咪到底是伫咧倒位啊？哪会行远，哪会拢还袂看到啦？搞死囡仔，你是这赶紧要创啥？赶你去食呢啊？哈！大胆！你敢叫本大王这搞死囡仔哦？大王，无手，还是要学人做老大。哦，你唔是阿东公，你嘛唔是阿师伯，讲你哪会当咧想？你想咧？是我啦，搞早还没困。哦，又果是你，你敢变做阿师伯来甲我骗哦？这道，弯腰条坐腰子啊！这水时出来，你算小你吹，莫吹我吼，你吹。你猜我是谁？等咧。搞囡仔，你唔是讲要找伊算笑，笑到还袂算啊，我就准备走啊！你是啥意思啊？你以为我出来是要创啥啦？创啥？嘿嘿，这部叫做调虎离山呐。我若是要甲你拐出来，我是要安怎叫我的师傅啊？哼，你用这部无效啦，恁师傅哦袂对恁当。嘿嘿嘿嘿，若是讲到这哦，你放心，我自然有办法，让我的师傅对我走。都是咩？你会晓管阮师傅，欢喜甘愿互你食，阮就袂当叫做你的模样，叫阮师傅莫互你食哦，啊！你，你选啊？想要倒转去啊？嘿嘿，免紧张啦，等我师弟哦将我的师傅救出来哦，你才倒转去，莫会服啦。安娜，你无练啊？变，来这头，变，来我伫车。变，卖走。喂，嘿嘿，此路不通，红灯车辆请改道。你甲我上去，若无我就对你无客气哦。哎呦，避免要相拍哦。好，来，你若歹赢我师傅就送你，互你食免钱的。哦，这是你讲的哦。好，来。哎呦，像你这种老马卡，还想要教我？老三，像这种老马卡，就教你对付就好啊。看我表演。你是拍袂赢我，行老屁，这唔该甲我喊。啥？我拍袂赢你哦。哎呦，我是牛年的，我是惊风讲哦，大人欺负囡仔，袂见笑啦。唔免讲到遐好听啦，你根本就是惊我嘛。哦，好，你真正陪得上哦。好，我就目睭客客甲你拍，先让你30招，看你有啥物步数，你尽量甲我点出来。大师！我靠，知影本大王的厉害啊吼！像树木。
西北雨，害我要啥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敢放开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踏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不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靠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步。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吃爽吃爽，弟祖弟母，行行行，咱来去拍出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八戒，第八个，大王，你，哪里？第八个，你敢变成我的模样啊？来人呐！你就这死肥你又绑起来啦！我来做火烤三吃啊！哼！是。小亮，你是答应我过，如果你袂伤害我的徒弟，你袂用讲话无算话啊！迄是恁徒弟哦，家己讲话无算话哦，哪会袂快？对不对？你伫咧创啥？我是恁大王诶。大王领请啊！对不对？高兴囡仔，紧将我放退哦！啊，若无吼，等阮大孙兄来哦，你就惨哦！好，迄只破狗已经互我用3面钟我小死啊啦！哼，你免小想，伊来来去。我已经死啊！阿弥陀，阿弥陀佛。这是啥惨啊！大水啊！你先咧对啦，拜托啊，你紧出来啦，莫给我吓惊啦！大水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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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莫给我吓惊啦！这天定性孙悟空是你主公呢，啊你换来出去去。这阵我是袂当搬啦，你我唔甘愿啦！大水啊，紧起啦！大水啊，你来这里去哦，你来无意思啦！大水啊，大水啊，你去好无啦？大水啊！哎呦，啊大人大种啊，喊到这大声，你唔惊人笑哦？笑，是要笑啥啦？阮大水啊已经伫要带起来了，你搁叫我卖哭？大要带起来啊！你都爱甲救互我啊！你家己咧哭，哪有啥物路用啦？哎呦，对吼，我还赶紧用迄个心肺复苏术，也就是迄个 CPR， 把阮大水啊救救。哦，即马心肺复苏术，也就是 CPR，
已经做好啊，这么刷落去，爱用我的嘴对大叔兄你的嘴做人工呼吸。你到底是在做啥？你同性恋哟？这边是同性恋，敢若推广推的同性恋。大叔兄，我这摆是你甲你急救呢，嘴对嘴人工呼吸，甲你急救啦。人工呼吸？啊，不过我拄则好要和迄3米前会小姐，但拢无代志哈。这你也感谢我啦，我用迄个 CPR 甲你切断了后，你就好啊啦。CPR？哎呀，什么是 CPR 哈？啊，就是心肺复苏术啦。心肺复苏术？嘿啊嘿啊，这哪有可能啦？你哪有可能会晓啦？哎呦，啊你唔相信？你若唔相信，你会使问喂，人呢？什么人哈？一个查人啊，伊拄则徛你遐只哦，看你甲你急救啊。查某人？哦，我知影，迄个查某人一定是观音大师啦。好，伊过来观音仔师啦。无通，阮昨听你有讲，专工摕净水来救你，安尼敢叫做观音仔师？哎呦，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吼，多谢你的家婆。观音大师啊，你若遐尔爱人甲你说多谢吼，安尼你规气好人做到底，帮我对付迄个红孩儿，救我的师傅出来，安尼我就会好好甲你磕头，说多谢。悟空，伊是阿海里掠你的师傅，虽然行为唔对，也毋过伊完全是一片好心，想要依靠伊的爸母，所以本座真心即比伊。也毋过即摆，伊竟然用3年经费要来烧你，真心要爱你的命，安尼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都是咩？迄个高囡仔有无人教死啦，怎安尼遮尔恶质啦？哦，本座打算要将伊收入门下，好好教育，将来嘛会当修成正果。嘿嘿，安尼好，袂歹。内底我是去啊袂啦，我爸都这样的呢，我做我好三吃啦。师傅啊，我不会啦，等我会变成烤乳猪啦。八戒，你安心啊去，为师会替你念经超度，互你往西方极乐世界去找你的大师兄。为师随后就到。师傅啊，我不会啦。师傅啊，你死后不要紧啊，我替你去西方取经就好啊嘛。师傅啊，拜托诶，你替我求一下停一下啦。小朋友，我的大徒弟已经去互你用过小事，拜托你帮我二徒弟走好嘛？我求你啦！免讲啦，大勇啊，唔好啊！迄个山精带一个姑娘讲要找你报仇，要找我报仇？是。好，我就让你师徒死走归魂啦。出来！这个野花树，哎呦，少好大胆的，无一只破房，互你做靠山，野到哪来？嘿嘿，高囡仔，你也是赶紧甲阮师傅、甲阮二师兄放出来，啊若无小等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哼，你是我的手下败将，也不怎么了啊？无唔对，我拍袂赢你，也毋过你是安怎？目睭啊喇叭5点哈，即阵正后阵你无看到啊？观音菩萨呢？来，小看卖，借这个莲花座，这款的破事，你就知影讲伊功夫偌厉害啊！高囡仔，我甲你讲哦，你也是乖乖投降，啊若无小等下哦，你就死甲真歹看。买我来哦！你总说你请拍手，我就会听你。你这是啥物菩萨啦？我甲你警告哦，这件代志哦，甲你无关系啦。上好就莫管人仔事咯。若无，我就让你这尊菩萨啦，拍到互你变成土山。啊！土山啦！高囡仔讲要甲你拍啊变土山呢？哈！红海玲，你已经5日之道，赶紧诚心忏悔，拜我为师，随我登去这天马修行，才因修成正果，立入仙班。我听你在那放臭屁！你要叫我拜你为师哦？哼！等你拍赢我，再去讲啦！
哪会无去？哎呀，观音啊，你是对啊唔对？迄三味真火甲你喷去，你就赶紧落跑，你安尼是要安怎甲因修好？免着急，看落去。什么咧菩萨？你是要出来做拍手吗？出来啦！啊！哎呦，你个高囡仔即摆伫咧挑战，你还唔赶紧落去对付伊啊？搁继续看落去。哎呦，看啥啦？好，我当作你功夫偌好咧。原来哦，你嘛是一个老肉卡尔啦。哼，回去哦，我甲伊落去对付伊较紧啊。你免紧张，本座自有拍算。拍算？菩萨啦，菩萨。你咧菩萨啦，哪还未拍就成老？菩萨啦，菩萨，嘿，啊你若拍袂赢人哦，你嘛哦来这个报仇踢断去啊，对不对？哦。伊倒命就袂赴啊，哪会敢来摕伊的宝座啦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莫臭屁哦，好大你莫臭，我过来叫汉搞的人哦来对付你，快走，快走。小物咧观音菩萨啦？看是我的三味真火，就老跑啊啦！有够无容忍，对不对啊？有，动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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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人宝座可袂歹呢。我咧做有歹头无？有。告诉你。哦，观音啊，你看，今仔日哦，新鲜的面子哦，让你吓了了啦。悟空，不知胡言乱语。哈，我胡言乱语哦。好，你看你，连一座水水的莲台，都迄个高死囡仔占去啊！安尼还阁无够老贵哦。本座就是要互伊坐上莲台。好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慢请。观音菩萨，你要倒来摕你的宝座？本座毋是要来甲你讨，本座是要看你敢坐会稳。真好坐啊！敢安尼？安尼啦！哎呦！嘿嘿嘿嘿，安尼好安尼好，老师囡仔坐了轻松哦。破口，你还没死啊？你都还没死，我哪敢要死啊？阿弥陀佛，高音啊，我来甲你讲啊，观音菩萨足厉害，你都唔相信？这下做吼不听老人言啦，出轨在眼前啦，对不对？阿海里，你乱用三味真火作恶，已经犯着天条。如今你是要归本座门下修行，诚心悔改，也是要受天条的责罚，受36天挂道之苦。我拜你为师啦。我，好，你敢甲我创治啊？哎呦，哈，那安尼啦，我手哪会拍袂开啊？哎呦！哎呦，看你怪用讲。阿海里，你已经拜本座为师，竟然言而无信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紧拜啊！紧啊！如拜经书。阿海里，你已经归本座门下，本座就替你号一个法号，称作善财童子。是。老师，你去将我的手拍开啦！你的野性理解，你即时一步一拜拜去农家山，只要你诚心悔改，你的双手自然就会当分开。阿夏，观音菩萨要收伊做徒弟呢，啊，唔赶去拜，紧的啊，紧的。是。安尼才有乖。
农空，阮做要倒来指定啦，其他的代志就交互你去处理。哎，好好好，这细拖的交我就好，你顺行哦。恁这大摇小摇甲我听咧，个人哦去找一个所在好好修行，绝对哦袂用阁出来搞怪，若无本代志都对恁无客气。3秒钟之内马上给我消失，1秒钟，2秒钟。大孙兄，代志拢解决啦，是毋是会当即话救师傅啊？当然嘛会使啊，行来救师傅，行行。师傅啊！师傅啊！师傅啊！师傅！师傅！师傅啊！师傅！师傅，你无死啊？嘿嘿，我袂保护你到西方取经，我哪会使死啦？大叔兄，你遐阁有我呢。你安怎？大叔兄，我去用白咧遮吼，徛遮足久的，足艰苦。艰苦？哪会艰苦啦？你哦，爱食阁贫惰啦，真正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啦。你摆遮哦，啥物菜？啊，师傅啊，康，紧甲伊透开啊！哦，算你好运。师兄，啊你那是要创啥？卡位啊，卡位，什么叫做卡位？啊，卡位吼都是占位啦。拜托咧，咱即摆就要出发来咧，你在遮占位，你有啥物路用啦？哦，老三啊，好你实在有够戆咧，迄内面吼已经无半妖怪哦，火运动哦，就算已经是无人的。人哋讲吼，先将先赢，万将是困庙埕。我看即马该占行，就算我的啊。死肥弟啊，阮今仔要来去西方，唔知影当时才会倒转来。你是拍算3不5时，要转来遮度假哟？哟，哎，大叔兄啊，这你就唔捌啦。敢讲你无感觉吼？徛伫内面吼，是四季如春。冬暖夏凉嘛，是啊，安尼唔就对啊？遮尔好的所在吼，咱放地产吼，伫你起价的时阵，甲伊卖出去，绩效吼一定足好呢。到时，到底。到时哦，阮要去西方取经，就物件无所费啊，对无？对啦，大叔兄，你即摆吼愈来愈有做生意的头脑哦。做生意的头脑，嘿嘿，但是啊，我着为你的低下头，甲你救落去。你莫再孝顺啦，这个火运动，我要甲毁掉，啥拢莫想要食。啊，要毁掉？卖啦，大叔兄，安尼拍算啦。无拍算啊，这个火运动若是要甲毁掉吼，到时若有妖怪来遮占耍为王，发生啥物代志，谁要负责？大概啊，恁大叔兄吼讲的无毋对啦，这个所在袂用阁留落来，你也是互恁大叔兄吼将这个所在甲毁掉。师傅啊，莫甲讲我济啦，我讲若要甲毁掉吼，我都毋相信伊甲讲我。师傅啊。嘿嘿嘿，搞定，师傅，咱会使行。悟空，即摆已经是秋天啊，天气哪会阁遮尔热热？师傅啊，我对这气象无研究呢，哪安尼？我嘛毋知影。无阮先踮咧遮休困，你去附近找看有泉水通啊啉无？师傅啊，遮附近哪有可能有泉水啦？大叔兄，你哪会遐尔袂变巧啦？遮吼若无水吼，你就袂坐你的筋斗云去别位找看卖哦。这麻烦你了。系啊，好啦好啦，啰嗦。哇，灰眼霜。秋
情的命